圍爐問如果，前文史系教授蘇賡哲，美國南加州大學高級歷史學人李家豪，香港廣播界一代 Diva 麥之華，特別嘉賓前亞視執行董事亞姐之父葉家寶。圍爐問如果，問出歷史另一個可能。最初俾你呢個名嘅時候啊，因為我同阿家寶好熟，所以我問佢：你覺得佢係挖苦你啊，抑或真係覺得你係亞姐之父咧？天下嘅世界美人嘛，係啊，唔算佢啦。冠軍佢就笑咗亞視咁。係啊，佢有咁講啊。因為蘇賡哲話咧，倪匡就成日話要揾白痴美女咁，係咪揾白痴美女咧？嗱，我定係嗰陣時定義得好都同阿之華講嘅差唔多嘅，一個係選美嘛。開始今日嘅圍爐問如果，今日咧我哋係講選美呢個話題。我相信咧就有好多人聽眾有時寫信嚟話蘇賡哲咧就好似令人諗起蔡瀾啊，佢哋成日覺得咧你嘅口音咧。你嘅風格咧同蔡瀾好相似，咁好多聽眾咧應該聽到今日都知道噶啦。咁啊，其實咧蘇賡哲咧有一個好朋友，非常非常要好嘅朋友，其實嗰個就真係同阿蔡瀾有共通點啦，就係倪匡。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有冇講起蔡瀾，又講起倪匡，諗起就今夜不設防。咁咧今夜不設防就諗起靚女，諗起靚女就梗係會諗起亞洲小姐，所以今日咧嚟同我哋一齊圍爐問如果，點可以唔再邀請葉家寶呢位亞姐之父上嚟咧？亞洲小姐之父你好，你好，大家好。哇，葉家寶啊，其實咧，當我哋講你亞姐之父咧，其實就係當之無愧啊，因為嗰個係唔需要客氣，因為你第一屆係真係第一屆開始就已經開始。喂，我想問啊，家寶你中意呢個咁樣嘅稱呼嘛？習慣咗，冇話一個中性嘅，係啊，但係都幾好啊。其實人美稱序應該係揾你做當然會長。但係其實佢最初俾你呢個名嘅時候啊，因為我同阿家寶好熟，所以我問佢：你覺得佢係挖苦你啊，抑或真係覺得你係亞姐之父咧？我諗佢想咧俾我有一個地位嘅。你問我都知話啦，即係佢覺得你一叫做亞姐之父，正如蔡和平係可能歡樂今宵教父，咁樣人一聽就即刻知道呢個人好勁，即係喺按呢一個喺呢個特別嘅項目嗰度。因為我覺得就可能係咁樣，就包裝冇香港小姐之父。係啊，冇係啊，可能佢太多唔同嘅人涉獵過。但係應該係何禮全都好似一路係有搞㗎，唔知。嗱，不過咧，如果我一個外人咁睇咧，即係我都好敏感，挖唔挖苦呢啲嘢。係啊，我完全覺得亞姐之父咧，即係個 respect 嚟嘅啫，係尊重嚟嘅啫。係，因為兩個原因啦。第一就因為我見到好多亞視藝員啊，或者其他任何人咧，佢對葉家寶都係只係得尊重。即係話唔會係覺得係有啲唔好嘅聲音話葉家寶嘅。好少聽到啦，喺我哋外界聽到啦，見到哇，明明係欠薪風波，都係要出嚟同你上埋庭嘅，護住你，即係要呵護阿葉家寶咁樣，即係話要等大家知道，唔好俾個污名啊葉家寶。所以我想像到咧，而我第一次聽到亞姐之父咧，都係覺得係一個地位上嘅尊崇嘅啫。不過你問得好又咁，點解冇港姐之父咧？咁即係點解唔叫何禮全做港姐之父咧？係啊，咁可能就係咪就係冇咗嗰份尊重？我唔知喎。調翻轉咁諗，可能好多屆即係換咗好多人，可能好多人。葉生咧應該好似阿邵先生咁樣揾齊晒個班。等個 Rolls Royce，係啊，影一張相。其實咁樣就係我成日都話咧，葉家寶你係需要寫一本亞視輝煌史、黃金時代史嘅書。個封面蘇賡哲幫你諗咗啦，係啊，一個 Rolls Royce 歷屆亞姐，全部 po 晒起身，而你好似邵逸夫嗰個 pose 㗎，哇！
有諗幾好喎，有諗頭喎，就係嗰張相就已經值得買呢本書。你睇書名係啦，阿姐之父。嗱，未出書之前咧，咁啊出咗書再請你上嚟，到時講嗰本書。但係今日就定一定型先，將呢本書啊，我哋咧探索下問如果啊嘛。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如果扮亞姐、亞洲小姐，冇 budget 嘅，冇上限嘅，咁究竟咧點樣扮亞姐先至可以徹底搣甩亞姐、亞洲小姐啊個價值比港姐低呢一個嘅大眾普遍觀感？咁當然我哋就任何嘅問如果問題，我哋先係講咗個 assumption 成唔成立先。嗱，你就唔好話自己點睇呢啲。如果你問10個，有8個都話亞姐好似俾人嘅感覺係好似 cheap 過港姐，或者係嗰個價值係低啲嘅，你都覺唔覺得係一個普遍嘅觀感先？嗱，唔好講你自己。我承認嘅呢一樣嘢嚇，承認即係普遍人覺得亞姐好似同港姐嘅地位咧係差咗啲嘅。港姐原因就係嗱，因為港姐咧佢可能係代表香港，因為佢叫香港小姐，咁已經係好地道嘅香港。你代表亞洲喎？我代表亞洲嘛，亞洲你代表咩國家咧？即係你好空泛啊，即係有少少空泛嘅感覺。咁啊，而香港小姐一講就係香港嘛，香港小姐，咁佢亦都係代表嗰陣時係簽咗有參加環球小姐啊，有世界嗰啲選美盛事。你哋都有啊？我哋有亞太小姐嚇，我哋都有啲嘉樂小姐，但係你就冇參加到環球小姐啊、世界小姐。但係你覺得大眾係好 care 或者佢好知道呢啲嘛？呢啲都好似唔係好 care。都唔係㗎，都有影響㗎。因為佢覺得嗱選咗之後，因為跟住都有啲後續報導㗎嘛。可能嗰陣時啊，張曼玉啊，或者唔知其他有啲又代表香港又參加咩小姐嘅比賽，有啲都曾經攞過啲獎，當然未有一啲好大嘅獎啦。咁但係俾佢感覺。佢係唔係停止咗喺香港小姐呢個地步？佢係代表咗香港去參加咗一個世界嘅小姐嘅一個選美盛事，咁所以覺得佢哋地位好似高少少咁啦。咁第二方面呢，因為可能早期可能香港人有少偏見嘅對於鄉音，而亞洲小姐呢就特別呢就多一啲有鄉音嘅朋友嘅，咁佢覺得一係有鄉音呢。就唔夠地道化。35號利智，美究竟應該幾多年不變呢？短暫嘅美又算唔算得係美呢？我哋聽下利智點講。喺呢方面呢，我唔同意喎。唔該，我有時候廣東話麻麻地，請多位原諒。但唔係㗎，今時今日大家唔同晒啦，係啊！唔好講今日先，即使我講緊係1986年嘅冠軍，係利智，唔會覺得佢 cheap 㗎。大家都覺得利智，即係雖然佢估下你係咪有 conspiracy， 有冇陰謀啫，但係都佢個印象唔會覺得利智係 cheap 㗎。都唔係利智，可能可能。endorse 咗佢嘛，佢話從冇見過一個即係肌膚咁靚嘅天下嘅世界美人嘛，係啊，唔選佢冠軍，佢就燒咗亞視咁。係啊，佢有咁講啊，佢燒咗亞視啊。倪匡初你一選到嘅時候咧，未選到嗰陣時啊，未選到已經讚啦，話係乜嘢先？你自己講翻啊！我話如果選唔出嚟，我放火燒咗電視台嘅。一睇最出色係佢嘛，我哋嗰啲評判個個都話啦。但係咁啊推嗰啲唔敢講，推我出嚟講。係。佢哋知我中意亂講話㗎啦，我哋評判團睇住啊。啊。呢啲所謂大家都會有目共睹㗎。係。選唔出嚟即係做馬。係。我放火燒電視台。哦，哇！所以就係有人 endorse 係爭好遠嘅。咁當然因為利智亦都佢有佢嗰個美貌嘅，但係其實如果講真咧。早期咧有啲人攞利智嚟當笑柄嘅，但係你佢揾佢做電影又好啦，翻佢當年揾佢，其實你諗住即係製咗一啲笑料嘅，製咗啲笑料嘅，收尾慢慢佢自己先轉革到一個即係升華咗一個，我唔 care 所有嘅嘢，我而家就係利智，我就係亞洲小姐嘅冠軍。而家佢直情都已經變咗另一個啦，即係李連杰嘅太太又升華咗去另一個層面，甚至乎覺得佢有智慧啊。係啊，咁好彩咧，就唔知叫好彩定係唔好彩嚇，即係
我哋見到係選到利智係冠軍啦嚇，1986年。因為如果唔係咧，倪匡就會燒啦。如果唔係，因為佢之後嗰年就火燭啦。1987年就係4級火嘛，即係入咗倪匡數啊，即係4級大火係咪關啊？當時因為轉頭1年就發生啦嘛，嗰場大火。喺你嘅心目中，亞姐你唔睇亞視少啦。但係你有留意亞洲小姐㗎嘛？我成日聽你講嚟嗰啲專欄都有寫利智嘅喎，你都有提過利智嘅喎，即係你係有留意嘅係咪啊？你自己有，我就覺得最靚係楊恭如喎。楊恭如被譽為亞姐中嘅亞姐添啊！好多人話佢係啊，最靚係佢啦。但係如果佢放咗喺無線，應該好紅嘅啦。但係喺亞視個遭遇就比較差咗啲，都好難講。不過你覺唔覺得你係一個普通外界嘅，不過你個文化人啦。你講開亞姐，你會唔會都係覺得嗰個嘅 level 或者係俾人嘅感覺係 cheap 少少？有冇一個咁樣嘅覺得？係咁係，除非特別突出嘅咧，譬如利智啊、楊恭如啊，甚至到公雪花啦，呢啲特別出風頭噶嘛，係嘛？咁我覺得你頭先講得啱啊，即係識唔識講廣東話係一個問題，因為你記得有個華裔小姐咧，阿李力咧係我做太平人噶嘛。我記得多倫多華裔小姐。係啦。圍爐問如果 www.whatif2046.com whatif2046.com。咁佢嚟香港選嘅時候咧，嗰邊因為我做提名人就送埋機票俾我翻嚟，陪佢啦。咁喺當時宣讀第3名啦、第2名啦，留低呢個冠軍嘅時候，台下就猛喺度嗌李力喎，但係唔得，佢第4名。點解咧咁？因為佢唔識講廣東話，淨係識講國語。其實佢應該選亞姐喎，如果係咁，佢可能即係如果照你咁講，即係佢係港姐，唔係啊，唔係即係你應該提名佢選亞姐，佢一定攞到啦。我覺得無線嘅取向都一樣啊，即係你唔識講廣東話就差啲啊，唔使講乜嘢啊。嗰邊多倫多嘅福士車廠啊，要揾人拍個廣告啊，就嚟揾我，叫利智去，但係後尾佢知道利智唔識講廣東話，都冇請佢啊。咁即係話無線如果俾佢做冠軍，咁你出去出邊應酬，唔識講廣東話就差好遠。嗱，阿葉家寶咧就喺亞視高層做高層嘅時候咧，就每年啊，如果唔係每年都定期嘅嚟多倫多咧，就係招募嘅。係。咁我問你啦，點解你唔提名李力去參選亞姐咧？葉家寶咁辛苦飛到嚟多倫多啦，咩原因咧？佢又去我哋個電台嗰度啊，做主持啊，係啊，佢唔係去做香港小姐嘛？佢咪就係點解你提名佢做？點解唔提名阿李力做華裔啊嘛？哦，華裔小姐變咗當選咗第4名，你一提名佢係亞視咩？唔係啊，就係佢唔最初就首選亞視啊！佢首選係華裔小姐。哦，即係佢自己。不過好奇喎，你提名佢，因為佢嗌你去提名，定係你點？你有個你嘅選擇㗎嘛？點解你有啲咩條件你去提名一個人去選華裔小姐嘅？你自己嗰個我冇所謂嘅，佢係佢媽媽叫我提名啊嘛。唔係咁，你唔係邊個行埋嚟？即係亞視一姐薛影儀行埋，你都唔會話你都提名啊嘛？你係有啲標準噶嘛？係咪應該都？佢媽媽喺《星島日報》寫咗篇文，多謝我提名啊！佢話因為大陸人喺多倫多有3座大山壓住啊，其中一座就係香港移民，揸住佢哋啊！佢話難得佢叫我提名，我肯幫佢提名。唔係，我都係嗰句，係邊個揾你，你都提名，定係話你都有？咁都要睇過嘅。靚唔靚係咪啊？靚，真係靚唔靚？你呢係靚嘅。
亦好想勁啊！係啦，佢真係睇。不過你講嗰座大山就唔存在，因為佢係贏咗多倫多嘅華裔小姐噶嘛，佢係贏咁佢當選咗華裔小姐呢座大山就動搖啦。係就係佢攞開嘅咯，呢座大山，所以個媽要多謝有你先攞開。係啊。不過咧，葉家寶就係如果你去海外去招募亞姐嘅時候，你係從來嗰個鄉音就係唔係一個影響你嘅因素啦。如果就咁講，因為亞視一路走來都唔係太介意呢樣嘢嘅時候。唔係，其實我哋都有少少介意嘅，即係早期我哋去海外，因為香港咧已經太多鄉音嘅人報名啦。咁啊！如果去海外咧，我哋希望有一啲真係新移民，香港嘅新移民喺嗰度讀書，比較清新啲嘅感覺。如果唔係，又係一班即係內地嘅新移民，咁我走去勞師動眾走到咁遠，又係一樣嘅，不如喺香港搞就已經夠啦。咁我哋希望就吸納多啲香港新一代嗰啲朋友嘅。我自己感覺上亞洲小姐同埋香港小姐咁唔同咧，就係香港小姐佢好崇尚講一樣嘢係美貌與智慧。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感覺下，我冇去查過，同埋佢哋喺選美嘅時候咧，佢都會寫明一樣嘢咧，喺個熒光幕嗰度都會寫咩歷史系啊、學歷啊，係啦。所以我覺得嗰個智慧嗰部分咧，令人哋感覺上佢好似高人一等，同埋佢可能係招選呢啲女仔嚟報名咧，都睇埋學歷。亞洲小姐，我嘅感覺上咧係唔計嘅。你有呢個靚髮，咁啊，所以美貌與智慧係呢一句咁樣嘅 slogan 咧，就形成咗香港小姐係高一等咯。亞姐咪唔係好嚟智慧咧咁。嗱，我哋唔係勵志嘅智慧咧，係俾香港人低估咗嘅。佢未發揮到出嚟。佢後來之所以能夠葉生講嘅昇華，其實係因為佢係一個有智慧嘅人。係啊，佢就唔再喺呢個圈子裏面浮沉。最後一位係利智小姐啦，利智小姐，你又曾經攞過美泰小姐呢個名譽啊，咁你有冇覺得你自己邊一方面最美呢？要評論呢方面啦，應該係大家評論同埋評判評論。如果我自己評論啦，就好似唔係幾好啦，因為咧我自己係主觀噶嘛，唔係直觀嘅。咁評判就話你美泰小姐啦，得到嚇，咁你覺唔覺得你自己真係好美好美？我相信評判啦，相信大家，或者係啦。利智小姐，假如你得到亞洲小姐冠軍，平時同你面阻阻嘅人啊，都嚟向你獻殷勤，咁你點樣對佢哋呢？我會好熱情、好溫柔，同佢講好多謝你，因為有時候真正嘅敵人亦都係真正嘅朋友。由於佢哋嘅刺激，佢嘅風言風語，令得我更加激動，更加想努力，所以佢帶領俾咗我今日，所以我都要多謝佢。你話係唔係咧？咁換言之，你今日嘅成就咧，都係多謝你啲敵人所賜嘅喎嚇。不過啦，我相信我每個隔離都係我嘅朋友，呢個係真嘅，係開玩笑啦。不過我咁講。好多謝你，利智小姐，多謝你。咁我點知咧？咁我以前都講過，有一次我同佢喺水車屋食晚飯，一個卡位對住嚟坐啫嘛，兩個人，佢唔見咗銀包啊。咁入邊證件、現金都喺度。咁當時係得個譚校長行過，同佢寒暄咗一兩句啫嘛。無端端好奇怪嘅，係嘛？咁而過兩日佢又要出埠，去表演登台，咁冇證件又唔得噶嘛。但係咧，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佢都非常之淡定啊，好鎮定，唔慌張又冇話緊張咧。咁後尾都係我提出去油麻地差館報案嘅，咁佢都因為要補領證件啊嘛，佢揸車送我翻九龍咧，咁我落車，當時着住一件薄薄地嘅西裝，我特登將件西裝勾住喺手指度，
揈下好似螺絲咁。點解啊？即係好輕鬆係咪啊？好輕鬆啊！你要代表？唔係避嫌啊嘛。哦。即係我身度係冇嘢嘅，揈下應該揈到出嚟啦。我估係利智係睇得到你嘅，佢係聰明係知道你揈嘅嗰個動機。係啦。咁卒之喺邊度揾到啊？個荷包？揾唔到啊！揾唔到。不過你係想講下利智個人本身咧，淡定有大將之風。係啦。唔關學歷。有啲女人會好慌張。嗱，我正想講，如果你話咧有啲女人好慌張，或者阿芝華講亞姐港姐嘅分別，我諗起嘅亞姐都係呢種人嘅喎，即係葉玉卿啊，有大智慧，即係你只係會覺得佢係一個脫星啫最初，但係你一路走來，你係見到葉玉卿佢係後來跳咗去無線做主持啊，哇各樣嘢佢係成功地轉型。葉玉卿啊，利智咁其實當然啦，即係你又可以話，咁佢係佢自己嘅底氣，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話，可能亞視就係識睇呢啲底氣喎，就係揾到一啲人，佢本身係真係睇到佢 raw 背後嗰種，其實佢真聰明。不過阿芝華就話，係咪好似亞姐本身，即係呢個你哋咁啱啫？咁係咪本身去揾嘅時候都唔睇智慧，有個樣就得？因為蘇根哲話咧，倪匡就成日話要揾白痴美女，咁係咪揾白痴美女咧？我定係嗰陣時定義得好都同阿芝華講嘅差唔多嘅，一個係選美啊嘛，選美唔係唔睇智慧，智慧唔會話智慧與美貌並重咯，即係你覺得係冇呢樣嘢？根本冇可能嘅。我哋係選美，你最美貌係佔多啲啦，係咪？係咪噏晒口啊？蘇根哲，你覺得選美係得個樣嘅啫？係啊，利智嘅智慧之所以被低估，同倪匡有關啊，因為倪匡以為佢傻傻更更係佢理想中嘅白痴美女。如果佢係知道利智，原來佢係智慧與美貌並重，佢就唔會話要燒亞視嘅咯。咁中意嘅。係啦，佢就話唔使，可能亞視都唔使燒，唔使呢個冠軍咧。你話呢個女仔幾叻咧？因為倪匡同係啊，倪匡同李怡都呃到啊，都話女仔最好就係白痴美女啊嘛。佢就以為遇到個白痴美女。嗱，你係同阿倪匡老友，所以倪匡係失望嘅喎。後期係失望。如果佢同佢來往多啲，佢會失望。嗱，其中一個原因咧，嗱，我哋講起智慧啦，咁我哋講到白啦，阿家寶。咁其實嗱，阿芝華嗰個 theory 係得意嘅，即係話低唔低級啲咧，就因為你淨係齋睇樣，咁啊，如果佢白痴美女冇智慧，咁啊，俾人感覺 cheap 啲啦。咁嗱，呢個就好難講，因為咧你個樣即係夠殺食咧，有時咧我哋又會乜都已經搭夠噶啦。不過有人話係 cheap 啲，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嘅，就係你比起港姐咧係多，呢個真係唔關你事，你選嘅時候係唔會知嘅。但係佢係選完後拍3級片。我正想都係想睇呢樣嘢。係啦，即係由邱月清、葉玉卿頭先係個翁虹、周宏、陳寶蓮。係。喂，即係你點數一定係亞視上榜多嘅拍3級片，嗰個係啦，你會唔會係一個令人覺得 cheap 啲嘅原因咧？都有少少影響嘅，因為可能大家跟住出咗嚟做嘢，成咗名啦，有人邀請佢去拍，到底佢拍嘅時候，可能個3級片係替身嚟嘅，只不過用咗佢嚟賣咁嘅樣，人哋就即係覺得佢好似喺度拍緊3級片咁嘅樣，亦都有啲係咁嘅樣嘅。咁啊，而我自己睇翻咧，因為點解我覺得美貌係緊要咧？因為美貌雖然你話而家可以去做人工嘅美女啊，或者再去自己去搞下自己，整得靚啲啊，整容啊嗰樣嘅嘢。因為我哋覺得智慧啊同埋學歷呢樣嘢，你慢慢後天可以補救嘅。而你咁樣生成點嘅樣咧？你雖然話後天可以去整容，但係整完之後你始終係覺得佢係有啲怪嘅，係即係慢慢你都係睇到佢呢個人都有啲唔係好順眼咁嗰種，同埋慢慢有啲後遺症亦都出嚟嘅。等佢整容耐咗一段時間之後，咁所以你大前提我哋選美咁美貌梗係重要啦。但我哋亦都唔係話完全唔睇智慧，你小學未畢業都嚟報名，我哋又唔得嘅。我哋起碼都中學畢業。
咁但係我知道無線咧，可能佢係雖然話係都係中學畢業或者大學學歷，咁但係佢可能優先選擇嘅一定係大學學歷嗰啲先咯，同埋講到標準嘅位，同埋佢嗰陣時咧係因為一定要香港嘅身份證嘅，但係我哋嗰陣時係冇嘅。我哋嗰陣時咧就冇話一定要有香港身份證，總之你可以香港居留，其實好 weak 嘅。點解為香港居留啫？你一嚟玩幾日都係香港居留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比較個係寬鬆啲嘅。就唔少可能諗起港姐諗起郭海明、Master、NASA， 或者係阿麥明詩，幾多優狀元。如果倪匡係阿姐之父，佢就梗係話。白痴與美貌並重，我即係強調白痴與美貌並重。唔同平台都有選美，點樣先可以做到有話題性？如果可以無限預算咁樣去搞選美，可以點樣做？會唔會更加多人參加？下一集亞姐之父葉家寶繼續分析。www.whatif2046.com WHATIF2046.com 圍爐問如果，問出歷史嘅另一個可能。